俾錢你咯。啱啱同一個超有錢嘅朋友食完飯，佢同我分享，錢唔係賺翻嚟嘅，可以賺到嘅錢都係啲小錢。哪怕你而家賺到幾多，如果總係成日諗點樣去賺錢嘅思維，所有賺到嘅錢都係好短暫。金錢嘅本質係咩呢？呢個係我聽過最好嘅概念，同你分享一下。記唔記得你記得咁儲存收藏？你試諗下，從細到大邊個俾錢你？啱啱出世嘅時候係爸爸媽媽俾錢你嘅，交學費、去旅行、買零食、學興趣。父母點解俾錢你啊？因為佢愛你咯。所以錢係咩啊？錢係愛。再諗闊啲，仲有邊個會俾錢你啊？你嘅親戚長輩過時過節佢會俾錢你咯，因為佢祝福你。等你大學畢業出嚟做嘢，邊個會俾錢你啊？客人俾錢你，老闆俾錢你，因為佢哋信任你、感謝你。所以錢係咩啊？錢係愛，錢係祝福，錢係信任，錢係感謝你嘅付出。所以咧，唔好總係去諗點樣賺錢，你要去收集愛、收集感恩、收集祝福、收集信任。當你知道你要去收集呢啲嘢嘅時候，你應該要去諗，我要做啲乜嘢可以收集到愛？我要做啲乜嘢可以收集到別人對我嘅信任？我要做啲乜嘢可以收集到別人對我付出嘅感謝？當你開始咁諗嘅時候，你先會真正去做啱嘅事。所以金錢嘅本質係咩啊？如果有一日你活喺好多人對你嘅祝福之中，你身邊嘅人越嚟越多人想你活得長，越希望你活得好，越希望你越嚟越健康，你就係一個非常之富有嘅人。到時金錢就只係一個數字，你會活出好豐盛嘅樣子㗎啦。